哇！88萬可以買到我哋粵海十貴府一個兩房，102萬咧可以買到我哋嘅3房喎，而且精裝修嘅一個現樓啊！最緊要咧，我哋呢度咧仲送5年嘅物管費喎，行路7分鐘可以到我哋嘅華發商都啊！走，我哋上去睇下房啦。咁而家嚟到呢個咧係77平方嘅3房，2廳1衛，只需要102萬就可以買到啦。睇下我哋嘅配套啦，樓下有2個公園，而且7分鐘行路就到華發商都。喺個位置咧仲可以坐直行大家嘅香港，大概需要2個鐘頭喎。呢個非常之靚，呢個7平方嘅100年嘅一個公園。呢個開放式廚房咧，係後尾可以改動㗎。仲有咧，我哋嘅89平方嘅南北通嘅3房喎，還有咧就係65平方嘅2房，我哋只需要85萬就可以買到啦。精裝修交付啊，即買即住。如果你對呢啲都感興趣嘅話，記得WhatsApp我喎，我發啲詳細嘅資料俾你。